歡迎大家，我哋今日嚟睇下一個關於小山丘公園嘅故事。主角係好鍾意大自然嘅安安呀。喺好多高樓大廈嘅城市邊緣，有一個俾人遺忘咗嘅小山丘公園。安安每日都會嚟呢度幫一棵老樹淋水。佢嘅好朋友明仔就鍾意喺度觀察小昆蟲。社區入面嘅陳伯伯都好鍾意嚟散步。呢度充滿住大家嘅開心回憶。點知有一日突然嚟咗一部大推土機，準備將呢度變成大廈。安安好心急，即刻揾陳伯同明仔一齊諗辦法保護公園。明仔用畫筆幫圍欄畫上靚靚圖案，安安就掛上自己寫嘅生態掛牌。大家一齊企出嚟，向所有人證明呢片綠地有幾咁珍貴。經過大家嘅努力，推土機終於開走咗，公園成功保留落嚟啦。小山丘成為咗城市入面最靚嘅綠色呼吸孔，大家以後都可以繼續喺度玩。